爹，你要紧哦。老实甲讲，恁到底有啥物邪术？苏公主啊，你误会啊！阮只不过是一百姓尔，免哪会晓啥物邪术嘞？莫骗我！你若无邪术，伊哪会安尼？苏公主啊，正经的啦，阮啥物都拢唔知，啥物都拢袂晓啦。阿爹，莫插面啦，伊若歹相信就煞啦。王母啊，我看吼，你用啊黑熊啊，啊无伊吼，白影吼，那后头袂赢。对，只好我家己来。我都唔相信讲你有啥物邪术。伊嘛若讲，啊拢伊甲我红我来，伊啊拢，你甲我煞去，我唔相信。老来啊！我，你啊，我啊。阿爹，这到底是安怎？阮哪能看无煞煞啦？我嘛唔知，啊你问我要问啥物人？啊，问阮就知影。借问的，恁是啥物人？啊是为倒来？我本来是想讲要对烟筒坑爬落来，怎对迄灶坑爬出来。啊，但是我安尼变做圣诞老公公，佫无早咧有歹势，我怎跳过一个桶啊，搬过两个领，再佫踏过暗缸，再佫下过骹桶，怎爬入来？但是我甲你讲，你唔免惊，阮是要来甲恁斗相共的。真是的哦，你真是要来甲我斗相共哦？啊那安尼哦，我就将这代志坦白甲恁讲啦。这代志是安尼啦吼，安尼啦。伊即摆是咧撑伞呢。爷爷，伙伴，伊咧挑花佮兼刺绣，所以我了解啦，我知影。我问你，啊，你敢真想要爱迄个什么棍啊？当然嘛爱。你爱伊哦？好，马紧啊，我成全你。你若既然爱迄棍啊，我就要负责互你两个棍规卡。安那？老爷，无老爷。哦，你心肝歪一边呢？无你是要甲我放喺厝的生菇，还是要甲我留喺起价？哦，足偏心的呢。你即摆的秘书敢若足啥？迄什么棍呢？你这叫做什么条？迄落红啊！你的代志我慢慢再甲你办。借问老朋友啊，你讲要甲阮斗相共，我是真欢喜啊。啊，不过你要用啥物包我甲阮斗相共？哎呀，放心嘛，爷爷你讲啊，欠债还债，清死了就没事了。对。还钱哦，阮较准来当还钱，阮都要互拐到遮。但小小的50两银尔，本人有啦。我自50两银来摕互恁棍啊，叫恁棍啊摕来还伊，代志就对啦。多谢。下咱家斗相共，伊要搁用刀甲咱削。是啊，爷爷人伊讲哦 ，Thank you。OK，I know。我咧岛中啉了一杯酒，啉了嘛袂解忧愁。啊，娘囝，真正的，较想嘛是你一人，徛咧也想，坐咧也想，跍咧也想，倒咧嘛想。啊，逐工拢想讲要去遐找你，但是你咧路较实有够歹行的啦，先写都写袂入去。啊，要叫我离合是好，娘囝。你知道我在想你吗？恁母也伫遮啦，你想我要带？阿娘，喂，哎呦，你嘛较拜托咧！安尼一个转来了后吼，啊看你安尼想甲安尼规工安尼煮，无你是安那，这世人捌看到查某嘛毋免难。无啦，阿娘，你都唔知影，我娘囝吼确实有够水啦，水甲鬼都无共款啦。水是有影袂歹啦，啊若讲要甲恁母啊少年时代比起来吼，啊搁差一截正大截的啦。那讲这有影啦，阿娘，讲实在啦，那我若遐迄个动影有水啦，啊，不过另外迄个要一送一迄个哦，要送互我动影无意思啊，但迄也无比阮红哥较水啊，你咧。你著安尼开个喙吼，合喙就是拢红哥啦。你也想看觅，即马红哥因人伫咧吵架了，迄吵架的人吼，毋知对啥看袂。话佫讲倒转来，所教有钱佫有地位，你是要用啥物甲人比？都是安尼，看破良渣死心啦。
对啦，安尼啊，小弟啊，迄个爷爷吼，讲要去苏家，甲因一条人创治，那到即摆过几若敢若出啊消息都无哈？哟，哟，怪呢。这老有消息啦！有消息啦！消息随时到位。爷爷，哦，牛囝，你知道我在想你吗？你咧想因妈，因妈伫蒙阿波去甲恶起来。不是啦，爷爷，那不是在想我妈，是在想姑娘我。对啦对啦，爷爷，你的位借我徛一下好不好？好，好啦。请。我知道你在等我的，我的外号叫做实在有影水，你叫做缘投的对无？天上的一对，地下一双，本来就相相爱对对。对。爷爷，喂，来遮坐啦。好。因即马咧讲迄吼，咱吵袂入啦。嘿，啊对啦，啊你讲要去迄个苏家去甲伊创治一个，啊究竟创了安怎？天机不可老实，但是我甲你证明哦，即摆因两爸仔囝吼已经去互关伫咧茶房内底啊。啊！关伫茶房哦，后去互洗手甲声困去啊无？嘿，哦，你遐尼关心伊呢？你较差不多的呢。我去，我赢，我满堂，我分。哦，你对伊的关心若分一半互我，啊，你毋知要偌好咧？但恁两个是要安怎比啦？无共款啦。哦，小红，万这是生气吼，我来交代剧情。阿君诶，我问你吼，你到底有要爱迄个红哥嘛？你若要爱伊吼，摕50两去喊苏家就可以啦。啊50两哦！啊，我是要地传啦。无要紧啦，50两小花钱啦。这50两我互你，你怎啊就这50两摕行的，知唔知？哦，安尼我知影。我爷啊，啊，这是50块了。这叫做银票。吼，50两啊。好，多谢。同志，吴总管，迄两个乖乖踮咧茶房。别来，外口用迄人那个人头先走走袂去啊！我都唔相信讲会当忍耐到什么时阵，我一定要互伊乖乖听我的话。你那个啦，你这三鬼啊，你来创啥哩啊？过来，小弟，免惊，咱有正当的理由，免出来。哦，免错。喂，你是啥物人？哦，是毋是这个人顶一遍是要来交我的女朋友，互我叫人甲拍，即摆唔愿叫人要来报冤仇？伊就是阮阿兄，只会为着红哥因爸仔来的。对，听讲洪哥因爸仔，互恁关你这心，爱50两，我跟你讲，50两传来啊，放人。啥？50两就要叫我放人？起码都要100两。哈？100两？